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热带扰动上近礼拜正做风台风行，北部东半部会上大雨，花莲甘唱马太安溪被铁力击灭。复发现金1万块，特别预算预计明仔载3套，上近11月初分钱，头一批伫10月入口做。开台北市考试17、18也未超好，新光军首今仔日办动土典礼，我个认为这是咧向台北市府唱声。新闻头起先来看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上近礼拜会正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行，时到北部甲东半部拢会上大雨。那花莲光复乡的灾区也开始准备预防做风台，加强监测马太岸溪的水位，嘛要分阶段铁力居民。风送系统因为进前浸着水，全部全土山已经无法度使用。花莲光复顶乡镇的灾后复原也搁伫咧进行。如果热带扰动伫这礼拜六会变做风台，中央前情协调所变做紧急应变协调所，昨日开始重点放伫咧风台准备工作，一个风送系统。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主要目的就是搭一个效果无好啦，后壁我开袂到啊。村里拢开始收到新的风送系统。不过大同村饲了效果无啥好，因那大华村即马只甲装喇叭，因为新的线路加主机也未收到。我唔知顶管到货啊，顶管到货啊，顶管也未连落来，也未看来遮啦。总协调官桂连成功，16会全面验证各村的风送系统。花莲县政府也赶紧采买设备补强，除了风送系统，中央甲地方也拢确定铁力方案启动的时机点。民众都可以收到。都可以收到。另外，我们的村里的广播系统也会广播，我们就开始要采取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撤离水位到达1公尺，也就是离我们的堤防1公尺的位置，我们就会启动淹涉湖的警报系统。桂连城估计铁力疏散人数是1308人，对随着铁力执行，将会由观察官一个警消等单位协助村长，确定村民有确实做好防范。另外，中央已经传好9万包的沙包，即马伫灾区的职工无够1000人，16个重点是分沙包，协助民众做风台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虽然即马已经10月啊，不过天气同款正小热。那扫落来可能会形成今年第24号风台风行，而且东北季风报道，气象署就提醒啊，礼拜开始会上大雨，天气嘛会反冷。一头经验，最近的天气也是真烧热。也毋过气象署指出，目前伫咧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拍算上紧伫咧17度可能会变做风台风行。另外19个透东北季风，所以遮风的东北部和东部较会上大水雨。像是北部宜兰跟花莲，可能除了大雨之外，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豪雨的一个现象。然后在东南部地区以及在中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情形哦。其他地方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在降雨趋势的话，预估是从19号周日开始是在逐渐的增加，然后到20、21号这2天呢，可能就是降雨最为明显的时候。气象署嘛表示，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19以后全台湾各地嘛会明显反冷，平均是降温6度至8度，各地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会较凉冷一寡。周一20号也是会有明显下降的情形，也是不到30度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北部可能到了周一一整天的一个高温的话，大概落在24、25度，可能在整天气温就会比较偏凉的情形。然后预估要到下周3可能气温才会有稍微再回升一些的一个趋势。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天气要到后礼拜3过才会转好。有要去海边的民众，嘛要注意安全。若准风台晚近，沿海会有较大的海涌。记者担心东郑准由台北报道。台南安南城3个大本所场，昨下晡熊熊大火，烧甲真猛。消防局抢救7点钟才把火控制掉，不过透早也有出烟，现场有4台水车是继续咧喷水。初步研判可能是电池无分类引起大火。对无人机镜头看落去，红色的火有够严，兼有几片的白烟，有够惊人。消防队接到通报，随赶到现场，赶紧拍火。这场火灾是15下晡发生伫咧台南安南区城西烟卖场，本社队内底熊熊出白烟，后来导火。消防局指出，出动27车，对下晡拍火到暗时10点有拍火器。不过16透早，记者实在到场，本社内底也阁有寡翕烧出烟，一点点的味道而已。
哦，所以没有影响到太大。是没，因为离我们还远了一点。哦，之前好像也有的啦，之前也有，可是好像没有这次那么严重。城西文化场发生大规模的一个垃圾火警首先我们在1个半小时内就让火势给局限住了。好，那我们有出动27车以及有77人的警役消。那我们也有出动无人机，那也有搭配环保局，也有出动6部的一个水车，那以及有4辆的一个怪手。经过了解，倒火所在是二期 MI 场，火烧的面积大概1000平方公尺。环保局讲，昨昏透暝拢有随时咧监控，惊到发生火灾，透早嘛派4台水车继续喷水，调度几台怪手来消土，以防个火灾。加在这回无造成任何伤亡甲财损。大概是因为民众把这个锂电池没有进行分类导致在垃圾里面闷烧起火，在晚间11点就顺利灭火完成。那晚上我们也持续派员监控，那还有水车搭配做这个预防措施。MI 场内一地一地粪扫，看起来真济拢无分类好势。这回因推测火烧的原因，可能有电池无分类。环保局指出，但若是防灾过后，粪扫量平1年共时间增加4成，提醒民众源头分类真重要。尤其电池较到导火物品，一定要分开，才通避免这款状况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云林县无中乡的公墓地有人偷倒废弃物，在放火烧了后，这代志就别空。因为这搭较偏僻，敢是去较少，目前公所已经报警查抓人。那环保局嘛强调会照空污法、甲废弃物清理法来上班。明显是营建废弃物。一大堆用建的废弃物，搁有阵阵被因清出来伫吸收。云林县埔中乡仁中公墓地这阵起有不法分子乌白倒用建的废弃物，包括砖啊、遐、装潢废材等。10时暗时吨的废弃物就会烧起来，相对用1点钟才甲火拍化。火烧了才知，即摆就是讲，伊这地点较偏僻啦拄伫咧埔中乡甲元中乡的交界，听来咧传讲是半暝较。因为遐算偏僻，半暝伫咧暗时阵来偷盗，所以可能这方面嘛是需要经历咱这个资源啦埔中乡公所是讲，因为仁中公墓地挖近大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边，不法分子上到这位真方便，较袂互发现，倒袂少用建的废弃物。发生火灾了后，才压出来，公所已经报警，要来追查行为人。一堆安尼虽然关度未真悬，但是我感觉这若无紧，咱无紧家己来做这个取缔，也是预防点，未来嘛是惊伊变常态性。公所已请当地派出所协助查找行为人，并尽速加装监视器管理。后续如警方有查获行为人，本局将依违反空污法及废弃物清理法等法规规定办理。埔中乡公所讲，仁中公墓一定每年会办理迁葬的作业，为了避免又搁互人乌白倒废弃物，会请厂商加装监视器，简单的围篱甲派员加强巡逻应用，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可疑人士出入，会当向相关的单位通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去年刑事局去超交警大埔讨销集团12个人上班，警方追查又搁查到案外案。发现这个集团内底有3个成员，互逼咧落肚，司机就欠钞、欠本票，互关咧领地。这些暗暝7个人，拢互警察移送法办。特勤人员被推入去攻坚。去年7月，刑事局警方查到一个地下包缴机房，出头的是一个天道明太阳联名姓江的主嫌，逮捕12个成员，互台中地方法院判包缴罪。不过后来检警追查，伫咧电脑甲手机仔内底发现案外案。这个集团涉嫌犯几啊件暴力领地的事件，受害者拢是集团的成员。算是应征他们这些博弈集团的员工，然后博弈集团的主嫌会逼迫诱使他们会去下注，只要他们下注的时候钱赌输了，他们钱付不出来，他就会胁迫他以及他们的家属签本票，然后再拿出赎金来放人。集团的成员洪强逼爱用氯马桶的来洗喙，查附近发火了后，再搁掺水啉落，也是用棍仔甲喊。有3个成员洪强逼就爱地图，欠30至180万不等，再搁洪逼签本票控制行动，而且甲因领地，恐吓要甲因剁脚剁手，或者是袂去干部罪。拿棍棒，然后塑胶条来殴打他，叫他拿刷马桶的马桶刷，叫这些被害人直接刷牙，抄写心经以后，再用火烧成灰烬，然后掺入水里面，然后逼迫被害人喝下去。
警方今年7月，佮甲这个姓江的主嫌等7个暴力集团的成员逮捕到案，查扣电脑、手机啊、相簿、各种的棍啊等犯罪证物。专案以涉嫌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刑法加重妨害自由罪、曲发处宰罪，移送家己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破获现金1万块，移价立法院明仔载3读通过。若什么时阵会当领钱呢？财政部长表示，上紧11月初会分钱。另外，传讲有天五的官兵去互中国通缉，害伊无法度伫咧公股银行贷款办保险。财政部买会无即款情形。立法院一定17读通过关系破坏现金1万块的轮性特别预算。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当摕到钱？财政部长曾翠云讲，等总统公告了后，差不多需要5个工作日完成名单造册，一定上紧11月初会当发放。11月的上旬就可以发放。按次序来做发放，直接入账会最快，应该会第一个嘛。发这个钱，第一个一定要安全，一定要安全，而且不能重复，也不能遗漏。立委问是毋是可能20月底前发放，不过曾翠云敢讲会用上紧的速度处理，而且总统公告了后，就会开记者会说明相关发放方式甲时间。若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有基本部队退役官兵因为互中国点名通缉，有公股银行无愿意贷款甲保险，佮传出这个官兵是向台湾银行信贷办理保险，不过台湾银行否认有这个问题。初步的了解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因为我们银行办的是公保，公保呢。不会是个人来做投保，一定是透过这个要保单位来做投保。我们大概也初步跟各个公股行库了解，并没有这样初步了解，并没有这样的都没有这种状况。对，若是台股这阵啊表现真好，连续开红盘，16盘中冲到27673点，搁创新高。只是即马台股市值达到90条，不过个人基金的规模5000亿，占比降到0.5%。立委是烦恼护盘能力不足，曾翠云表示，个人基金伫4月初到进场护盘，可能未来也是有无确定的因素，也可能造成股市的波动。目前也是维持伫场内护盘。若是是毋是要扩大个人基金的规模，财政部也是持正面的态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修法，甲退休的警消人员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行政院申请释宪，无列入去明年的总预算，引起争议。若全事部讲年底进前就会完成计算啦。另外，针对半暝危险热力的津贴，中央甲地方讨论要扩大范围，即外勤甲内勤拢会列入去。立法院顶一个会期修法3读通过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甲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调悬到80%。不过行政院申请释宪，也无列入明年度的总预算。这个案煞超未平，在野批评行政院无伫顾司法。内政部长刘世峰声明讲，预算偏劣，爱等释宪的结果。专属部是回应，一定12月底前完成退休所得替代率的计算，也甲相关资讯系统的建立。还在测试中，这个测试而且它需要的经过在那个所有的紧张的主管机关在进行测试。若是行政院去年核定半暝慰劳津贴，针对警察、消防、移民、空勤半暝出外勤会当领津贴。不过，基层保安讲，敢若顺路才领会到拜读内勤人员，对这代志，中央地方长期讨论要扩大适用范围，纳入值班甲备勤。这一些的值班跟备勤仍然也有遭受到这个供给的这种状况啊，没有不同意说不支持，但是他们说他们的要由中央来负担，是不是等会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等会号？目前没有一个县市政府编列进去。不过，要后来外勤人员拢会当领到半暝慰劳津贴，相关预算由省付钱，以6到所里差不多拢支持提升警消待遇，希望中央协助支援。它是延长的工时，那它就应该要有加成或者是其他的补贴的深夜勤很花钱，那你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调节你的人力，说那你真的没有钱，那就大家就尽量减少深夜勤的密度。警权会讲应该比较劳基法加班，那半暝值勤都要发放津贴，那等政府预算不够，都要调整人力，也是减少勤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铁安静车厢的政策，民众批评对囡仔无友善。高铁董事长苏德强调，这款制度并无包括囡仔。接落来，高铁调整执行方式和亲子团体对话。
相关网站反映高铁认证车厢对囡仔环境无友善，铁路局伫9月中发函台湾高铁，要求检讨相关规范。真济上路特别一个月，高铁董事长苏天去立欢喜报告成效甲宣传形象措施个定清，这制度毋捌针对有囡仔族群。育儿族认为说被针对，尤其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要针对育儿族嘛。他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育儿族。好，高铁啊，我认为还是有失职之处，没有明确的来跟亲子团体来对话。我们会更加的宣导有关于这个宁静车厢跟友善亲子共存呐。好，也就是说，亲子友善除了是高铁的执行方式之外，也是整体我们国人旅客大家也要包容。伊指出已经取消网台认证车厢小卡改用堪富州成宣导，也加强服务人员沟通技巧，以开发更较侪亲子素材来合作家长安大囡仔。针对当年空服员破病得勤了后不幸过身，引起请假制度无优先等记录，这个平台要求运安会应该协助优化航空业排班。如果是一直连续有这个班表造成疲劳风险的话，这个确实是要做风险分析。那我们会跟民航局来协调，看我们怎么样协助他。运安会回应民航局对航空业出勤有综合机制，运安会有疲劳分析软体研究化参考，会联络民航局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回答，要伫台湾设总部土地问题还未解决。若新光军show今仔日刷伫咧北树科 T1078土地办动土典礼，外界认为这是咧向台北市府呛声。不过大新新光金确实强调讲，举办动土典礼合法合规定。现场人驶甲锣鼓声是闹热滚滚。新光人寿伫咧北树科 T17甲18动土典礼16早起举行。新光人寿董事长魏宝生甲台新新光金控总经理林伟俊拢有去到现场。林伟俊讲，举办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嘛合契约，并毋是起无空。台新新光金控做什么事情都是合法、合规、合契约，良日及时来举行一个动土典礼，这个祈求一切的顺利。这个不是什么挑衅，单纯一个内部的活动，不敢惊扰长官。辉达他们也明确的告知，就是希望新光人寿跟台北市政府合议解约，由市府取回土地，透过专案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给予回答。我想这个方向非常明确，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新光人寿嘛呼吁，会继续甲台北市府甲回答讨论，大家目的拢是甲回答留落来。新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让出来，那么这个补偿金是新光人寿跟辉达中间的事情。议员批评讲，新光人寿这个动作，拢是要互市府歹看。T17、18真明显是讲袂成啊，现在后续的作为嘛，呼吁市府爱讲互明。台北市监管处表示，新光人寿今年10月初9摕到连续壁相关的执照，不过到今也未申报开工，已经派人去现场了解。目前的话，连续壁的杂项执照还没有来申报开工。如果有动工，必须依法来申报开工。那目前我们也派人去了解，但目前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形。地大厂嘛进一步说明，若办典礼无实际时间，并无违法。不过，若有实际污地下室，或者是连续壁的时间等等的行为，都会涉及违反建筑法。监管处会当依法罚9000块的罚款，下令停工补办手续。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台美关税影响，真侪企业实行减班休困。上新的统计，全台湾目前有8543个人减班休困，台中市占上多。安那犹原是制造业的冲击上大。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劳动部昨日公布上新的减班休困人数也有了啊增加。目前拢总有432间的公司，人数是8543人，比过车佮加34间的公司，人数增加38人。劳动部表示，虽然看起来有增加，不过有53间的公司停止减班休困，拢总有1618人恢复正常的工时。虽然这一次减班休息的人数是缓增，但是呢，我们其实乐观的态度看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企业基本上还是会处于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况，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积极的监测
劳动部指出，目前受到关税影响上大的就是制造业，减班休困的员工有8130个，其中上严重的是金属机电业，有6920人，化学工业559人，资讯电子业500人。另外，台中市减班休困全国占上济，有金属机电业的公司讲，强要挡袂落去，10月底就要开始实施减班休困。我们前一阵子才统计出来啊，它大概少60%哦，从10月底会开始做减班，人数的来讲应该是占70%吧。劳动部指出，目前减班休困的企业和劳工有70多使用各样安定措施。有8成以上的劳工会当申请薪资差额补贴。若准有劳工有减班休困，宣布伫咧劳动部公布使用的各样安定措施的产业类别，通参加劳动部的训练，领津贴，薪资差额内上侪一个月会当领17000多。劳动部希望透过补助来支持劳工的经济和生活。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有美国媒体报告，美国要加强关岛基地防卫系统，让中国唔敢拍台湾。咱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当然是要应对中国威胁。另外，外交部每年预算是增加900亿，也是要拼外交，因应中国打压。外交部115年预算变415亿300万，比去年增加109亿。虽然部长林佳龙讲，是因为占总预算的比例有降低，加上中国对咱的邦交国施压，互因好处打压咱的国际空间，所以爱结合公司部门资源进行无平衡外交战略。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价值外交敢是真做利益外交？增加水的价值，增加水的价值，增值的意思啦，嘿，利益外交啦，谁跟他有利？川普开口闭口攻击啊 ，CPTPP 没有，台美租税协定没有，你没有成绩啊，你养呀不会像花蝴蝶一样。114年度我们的国际行销宣传的1.1亿全数被删除，台湾宣传变少的同时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大鸣大放。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可能国际媒体，好，会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一些影音的平台。那我们是期待说，既然我们做的那些内容，如果没有通路，那效果还是0啊。面对中国外交预算的加权，25年来规模直头增加11倍。民进党立委希望保留宣传费，让国际看到台湾。不过立委罗美玲讲，115年内底推广华语的预算，哪像甲侨委会有重复。原先是侨委会在主责，而且侨委会在欧洲已经有20所的这个华语文这个学习中心。你们这个计划有没有怎么样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进入他们政府里面，我们也会把侨委会的力量整合进来。上时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讲，美国五角大厦正在打造关岛防卫系统。有美国军官讲，强化关岛基地是为着阻挡中国拍台湾，展现美军的作战能力。林佳龙嘛讲，美国这个举动当然是影响中国军事扩张。除了台海之外，我想包括整个第一岛链其他的地区，也都密切相关。我们也会跟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即嘛因为美中传习会无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拜访友邦，过境美国的计划敢是有上新的进度。林佳龙敢若讲，元首出访是外交部工作的重点，然后进一步的安排会由总统府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财政税务局甲无人机的业者合作，开发全台湾第一套无人机税籍的查核系统。毋但克服地形限制，而且开发的设备甲软体拢是通过自安检测，拢无用到中国的零件。市起步设定了，这台无人机就当自动飞行甲翕相。嘉义县财政税务局配合国内的无人机业者，开发国内第一套土地税籍的空隙查核系统，毋但解决土地查核受建筑也是地形的限制以外，嘛提升税籍资料的正确。那它可以规划路径，而且包括它的影像到达4K， 所以非常清晰。那跟一般的所谓的卫星的拍照有时候那个解析度不是那么高。那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税务局表示，透过无人机来协助土地的查核，这个计划为2020年就开始来推动，配合业者家己开发的软体，佮有相关零件的制造，这套无人机设备拢有通过自安的检测，拢无用到红色供应链的零件，降低资讯漏下的问题。过去的话，他会认为你的量这么少，
我其实我有技术能力，我也不会跳下来做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呢，从2023年开始，其实因为大家认知会有这样子疑虑的时候，愿意跳进来的供应链越来越多了，那所以我们现行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税务资料是足侪拢是人民财产的资料，拢是足机密资料，足侪资料啊，所以人惊讲这资料来流出去，哦啊，包括我迄个投资的部分，把我流出去，所以人到尾就怎讲找本土的厂商来做去红色链这个部分来研议。透过无人机科技的运用，解决台湾山区土地歹查获的问题，减少民众对土地查获的争议，更会当保护税务人员的安全。税务局讲，已经有关系的税务机关来了解目前使用的状况，会向因来分享，希望替税务工课带来新的科技技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最近韩国连续传出有民众拿枪伫咧柬埔寨互犯罪组织击杀死亡。韩国政府即阵经发布旅游禁令，也派联合小组要甲失踪的80个人救倒转来。南韩伫这个则传讲，有一个22岁查甫大学生去柬埔寨，做个人就接到勒索的电话，讲伊人伫咧柬埔寨出代志，结果8月初8，互人发现这个查甫学生已经死亡。官方讲死亡原因是遭到酷刑引起心脏麻痹。这个月15，又有一个南韩女子伫咧越南甲柬埔寨边境附近死亡，法医验尸并无发现任何他杀的嫌疑，不过死亡原因不明。南韩外交部15对柬埔寨、富高山、巴维、巴比山地区发4级旅游禁令。 정부의 합동 대응팀을 급파하기로 했습니다. 오늘 저녁에 외교부의 이차관과 경찰청의 국수본부장 그리고 법무부 인사 등으로 구성된 정부 합동팀이 출국할 예정입니다. 联合应变团小组将会甲柬埔寨官方协调安怎救80位伫咧柬埔寨失去联络的国民。柬埔处理伫咧两边骚动的时阵，羁押的韩国人遣返甲调查。柬埔寨内政部也证实，22岁韩国籍的查甫大学生遭受酷刑死亡。检方即马以残忍手段杀人、科技诈欺起诉3个嫌犯，并且通缉共犯。នៅពន្ធនាគារខេត្តកំពតមកដល់ពេលនេះនគរបាលក្រសួងមហាផ្ទៃកំពុងសរស័កសរស្រាំធ្វើ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ស្វែងរកចាប់ខ្លួនបកពួកជនល្មើស2នាក់ទៀតតាមការសម្របសម្រួលនីតិវិធីពីសំណាក់អាជ្ញាធរតុលាការ南韩讲柬埔寨诈骗活动至少20万的世界各国的人数参加，包括1000外位南韩的公民。民间反诈骗集团希望扩大跨国司法合作加科技阻断，并且讲英国加美国已经起诉东南亚诈骗集团的金主，冻结因的资产，要求维持网络抑个平台业者主动切断远距的连线，唔通帮助犯罪。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 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是全球上产车的国家之一，当地青年抗议政府贪污，和军方合作做伙甲政府车落台。目前总统是已经逃去海外，那军方也宣布做临时政府，打算要伫2冬内举办大选。 经过几个礼拜反政府示威，马达加斯加军方宣布接管国家。On a pris la décision parce que j'ai expliqué ça plusieurs fois. Parce qu'il n'y a rien qui marche à Madagascar. Il n'y a pas de président. Il n'y a pas de président du Sénat. Il n'y a pas de gouvernement. Il n'y a rien qui marche. 国家无法度运作，宪法人权被吞下，军方接管国家，立刻暂停现行的宪法。 除了国民议会以外，政府机构拢总解散，做过渡政府，任期上长2年。Bien sûr, bien sûr. Au minimum dans les 18 mois, au maximum 24 mois. 军方接管之前，国会先通过弹劾总统，总统府方面讲无法律的依据。 不过，宪法法庭确定有效，路的真侪人庆祝政府倒台。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pour nous, pour les militants, pour tous les Malgaches. Et vraiment, c'est incroyable parce que il y a 2 semaines, on se battait force à force avec les militaires. Et aujourd'hui, nous avons gagné. Une annonce vraiment qui mérite une célébration nationale. Voilà.
马达加斯加是全世界上散车的国家，全国有7%5的人拢生活伫咧散车线以下，贪污严重，高通膨、高失业率，长期欠水欠电，少年人挡袂牢起来呛声。李世代心中这把火伫军方挖过来了，甲政府规个扭来。Alors que nous avons vu que le peuple était à bout de souffle. Donc c'étai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de formidable que l'armée a pris part aux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 军民合作改变国家，总统府发声明谴责是政变，强调因为人身安全，从美到其他所在拉乔丽娜犹原是总统，政府无失能。非洲联盟也批评马国的军方干政。美国国务院是希望马国各方遵守宪政体制，和平稳定政局。公司新闻林业主编辑。来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推出国防新闻的采访协议，限制记者的报道，这是引起新闻界抵制。有50个驻点的记者在包款款的最近离开。那赫格塞斯是伫咧社群媒体抛握手再会表情来回应。过去数十年，媒体记者若是挂记者证，大部分因无受限制进出五角大厦飞机密所在自由行动，拜访官员办公室进行采访。毋过，赫格塞斯新推出的21页国防新闻采访协议，规定军方人士无经过允准，免接受媒体采访，非机密信息也袂使。媒体若是报道无经过授权的消息，是属于犯罪行为，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对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的保护。各用15下晡5点做期限，下令无签税记者爱交回记者证，离开五角大厦。对这史上上严格2层审查制度，美国新闻媒体共同反映是更换凭记者证，未去做传声筒。当日下晡4点，将近50位登记被派驻伫五角大厦记者，收拾记者室的个人办公用品，全部拢行出大楼。Well, the Pentagon certainly can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ut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goes too far when it comes to the First Amendment. Journalists have a right to gather news. They have a right to ask questions. They have a right to publish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赫格塞斯回应是伫社群媒体发出握手再见的表情符号。川普伫北京记者会被问到这代志，其实就听赫格塞斯伊讲，媒体对世界和平、国家安全有真强的破坏力。I think he finds the press to be very disruptive in terms of world peace and maybe security for our nation. Press is very dishonest. ABC、CBS、CNN、NBC 甚至是上支持川普的福斯新闻，全批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拢拒绝配合赫格塞斯，佮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指新规定会阻碍记者提供重要国家安全议题，互全国甚至全世界领略。纽约时报对外表示，新闻服务是大众，毋是总统。华盛顿邮报讲，任何订立真相的新闻机构拢免接受，互记者加做政府代言人的条件。不过，也受媒体愿意配合签国防部新闻采访协议，就是右派的新闻付费频道 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时代咧变真紧，要安怎培养囡仔适应未来能力咧？有学者就建议，互囡仔专心学习。控制情绪，才通培养出解决问题能力，这是面对未来挑战的关键。面对变动真紧的时代，安怎帮助囡仔适应未来挑战的能力，正做重要课题。一场讨论囡仔专人发展的研讨会，参加学者分享包含跨文化、跨领域的研究成果，强调培养囡仔专注有控制情绪，进一步解决问题这片功能是正重要的关键。跨国的研究，那了解说在不同的环境跟文化里面，执行功能的发展、心智的发展跟执行功能的状态。就算是影片好了，那如果是家长能够有一些引导，然后他去引导小孩去做一些思考，或是做一些反思嘛，那这样子也才能够促进他大脑，就是动脑，然后想想看，那这些才能够帮助他的那个执行功能的发展。学者认为，过去的传统是重视智商，父母即马应该更较专注囡仔的情绪控制，佮透过基地训练慢慢增强囡仔能力。尤其即马的TikTok短影音抑个电视影上流行，减少影音成功刺激，甲囡仔斗阵读册，透过亲子互动，拢对囡仔的能力的建立才有帮助。阅读、
共读，父母亲有策略的，如果去好好的跟他们有策略的阅读的话，他的脑神经也跟着会进步。我们想一直在推动，希望有一个所谓的国家级的儿童健康研究中心，希望在创造更好的先进的医疗。期间，新苏政会除了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形塑囡仔成长以外，也呼吁政府成立国家级的儿童健康中心，透过医学创造好的医疗照顾，也佫开用照顾到急动症罕病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目前65岁以上的时代，平均每100个人都有8人失智。有社福团体专工为日本引进教材，带民众实际体验感受失智症，进一步理解时代的行为，会晓安怎去陪伴甲接受。好，一饮而尽，干杯！啉落手中一杯面包汤，老师带领学员正式进入失智患者的世界。学员甲桌顶的卡片按照指示分好势，顶管写的拢是失智患者会拄到的状况，亲像记忆变歹、失去时间、空间的观念等等。社福团体专工对日本引进一套认捌失智症的教材，透过浸水式的体验，让民众知影什么是失智症。来参加的学员最少拢甲失智症有关系，有人为了要照顾治病时代，也有人是要提早做预防。我们自己如果很早就意识到有这种状况的话，用平常心互相的才不会体验，然后不会互相排斥啊。像爸爸是帕金森氏症的失智患者，那我们也许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是心情，可以去去照顾他，让他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感受。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这阵65岁以上的时代，每100人都有8人得到失智症，而且年岁若增加，致病风险也对咧提升。社福团体表示，失去记忆、认知功能失常、时间错乱等等，拢是失智患者会发生的状况。但是这状况代表的意义是啥物？家属爱如何去应对理解？这套教材用旅行做主题，把患者的镜头融入伫行程内底，一站一站带学员去感受。透过这样子的影片情境模拟的方式，让大家实际的走到失智症的第一视角，了解到说在他们世界里旅游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失智症是无法度治好的病，不过咱会当提早去做预防。社福团体毋忙就着课程的推测，若个社会认捌这款病，嘛会晓去面对伊、接受其、适应其，进一步减少社会成本的付出。记者柯家做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屏东的万丹是红豆的重要产区，不过这几年煞有真侪青岛町去田里偷食红豆叶。屏东县府即阵就推出新的补助办法，协助农民喂网仔，毋但会当甲青岛町摘落来，嘛会当掠青岛町。早上抓到了，一只青豆丁卡伫网仔，看起来已经死去啊！边仔阁有骨仔只放伫涂骹。最近是屏东红豆的种植时节，但是这几年青豆丁的数量增加，因特别爱食红豆的叶，致使红豆发袂水，收成阁减足济。为着协助农民，县府农业处推出喂网仔的补助，毋但会当甲青豆丁冻落来，嘛会使倒掠青豆丁。没有叶面，没有嫩芽，没有办法做行光合作用嘛，到时候这边就会枯死掉了。砍网仔是有效，但是这网仔爱砍较悬的。哦，爱搁砍较悬。跳，伊会跳啦，会跳，会遐咧爬起啊个，伊就较土淡薄啊，呀，啊肉莫伤宽。即摆网仔补助范围包含1000公顷农地，每一件补助上悬是250块，每公顷上济会使申请8件。假使种植无到1公顷，就照比例来算。补助以实际红豆园的大小为准。县府希望透过喂网仔的方式，让农民减少红豆的损失。高度是80公分哈，然后长度是120公尺的部分哈，但就整个我们整个1公顷最多就是这边补助2000块，那我们预计大概初步估计大概就补助到大概1000公顷左右。它基本上爬不过去，它就会卡在网子上，卡在网子上，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抓下来。目前屏东县红豆种植大约有3900多公顷，主要集中伫万丹、坎顶、新园。县府提醒，只要是提有合法土地证明的红豆农民，拢会使向在地农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间对公告日开始，到明年12月31日。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东县的警察局今年伫咧43个所在设超速翕相甲科技执法。统计今年1月到9月，取缔超过16000件，已经超过去年规年的量啊。尤其是太麻里乡大田宫迄带，就掠超过7000件。
南回公路拓宽正在四线道了，车速度正紧。为了要保护行车甲用路人的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伫南回公路沿线采10个固定技术翕相甲科技执法侦测点。因过民众认为伤多，无顺利就被翕到。太多了哦，真的不好保。这都是做很快啊，你当然要小心啊，对吧？当然就让你减速慢行这样子。台东县警局讲。技术翕相加科技执法点，会依照交通事故加车流量做调整。去年全县有采90个，今年检讨了，只敢剩43个。不过民众也是认为伤多。今年到即马已经处理超过16000件，比去年一年的处理件数也搁加多。其中上多是太马里乡的大天宫，有7328件。可能只是8件油门吹上大力无注意到，而且这甲前一个处理点只敢差6公里。车若驶伤紧，有可能连续被翕相开单。行车速度超过最高速限，违规地点相距6公里以上，时间相隔6分钟以上，或行经1个路口以上，我们得连续举发。有民众认为台东县的违规超速加科技执法点伤多，对观光不利。不过县警局是强调，会无定时检讨设置的所在，以用路人的安全为主要考虑。希望驶车时阵照速度驶，唔通驶伤紧。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一间民宿的人客半暝啊放音乐吵到人被困chết，报警察。进前的甚至有旅客是半暝放炮啊。官府表示，在暗时10点到过灯工早起的8点，民宿若吵到人，会当罚5万块，上严重会当撤销民宿的牌照。已经过暗时10点啊，宜兰三星一间高档的民宿，大客还阁大声播电子音乐，互附近的民众无多困，去甲影片翕落来，打上网报警处理。伊大声嘛，所以他弄起来就变成，这个别墅规个拢会转起来呢。我以为是庙里那边在做法事。哦，对啊，好像开那种电音趴。开那种电音趴。对啊，很吵，然后不能睡觉。民众嘛指控附近的部分民宿有反正2、3点啊，还阁咧放烟火这行为，声音大甲有当时啊伫困连眠床都会醒。是一轰炸去互人投诉的民宿，现场还阁有留袂少放煞的炮啊。准讲这阵啊，国内旅游带速率无好，不过宜兰民宿的数量却愈来愈侪，部分无合法管理，冲击极大环境。尤其这个月连续假期侪，有民宿业者讲全县订房率差不多有4成，状况是规年较好的时段。啊，不过当时嘛，互扰民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互人投诉的业者提出过程无做回应。民宿有扰民的相关行为的话，可以报警，或是请环保局到场查证属实的话，依照发展观条例，可以处罚1万到5万的罚款。针对民宿扰民，县政府2021年就依照发展观光条例，也甲民宿管理办法发出公告，禁止民宿伫逐天暗时10点至早起8点有吵闹、烘肉，也甲使用卡拉 OK 行为，违反规定的会当罚1万以上5万以下罚款。联动式社区内的民宿，互人罚2届以上，这个社区区分所有权人会当召开会议，决议是毋是撤照。啊，不过若是高档的民宿撤照的法律授权不足，这部分会向中央反映是毋是爱受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内湾的合兴车头，古早是在红门头关了车站。6年前，在新竹县府甲铁路局组征收了后，成做观光景点。不过最近煞互监察院纠正，讲这建筑物无使用执照，爱停止使用。原底应该是游客来佚佗的所在，即马煞拢空空无人，代替新竹县内湾线合兴车头，过去主要是用来在红门头原料的车站，尾仔经过整理变做当地观光景点。最近煞互监察院纠正，区域内底有4间建物无使用执照，袂当继续开放游客参观。其实是这个执照的问题，其实应该要归咎于铁路局问题啊，因为这个土地是铁路局的土地，对，所以你要使用执照，并不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或是社会人士就可以申请，而你要铁路局申请给我，我跟你承租才是正当的嘛。觉得有点可惜。怎么说？就是希望这边应该还是会有游客喜欢来这样子，不要说就是荒废掉这样。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6当前向代替做合兴车站了后，交予当地文化团体经营管理。原底去年底准备继续甲代替签5年的合约，却因为无使用执照，则临时打动，所以来车站范围会向予代替管理。
因为台铁公司受监察院的一个纠正哦，那不是只有针对新竹县的核心车站，是针对全国有关于这些建物未合法之前是不得再出租使用哈。所以本府接获台铁公司的通知之后，我们也跟台铁公司协商，针对这个建物的部分要尽速去合法哈。那如果未来能够取得合法的部分，本府会再继续跟台铁一起来合作，努力来活化这一个场域哈。嘉义近真侪游客来佚佗的合平车站，经代替了后，经营方向嘛受到大家关心。每个游客拢希望未来有好的规划，卖互这个充满历史甲情感记忆的车头消失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中华花旦白山溪文德宫第二元宵当的迎灯牌，这是传承要200档的民俗活动。那即阵有布袋戏团推出迎灯牌戏出，伫咧校园巡回演出，希望囡仔进捌在地文化，兼学台语。热烈的迎灯牌布袋戏，互大家学生囡仔看甲目睭无转轮。去年中华关文化局甲作家康源合作出一本台语的白山溪迎灯牌绘本，小解在地文化由来。今年布袋戏团改编这本囡仔册内容，巡回学校搬戏。咱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以及咱这台语的演出吼，希望小朋友以及大人吼，拢对这个历史啦、传说啦、文学吼，拢有一个定心的这个了解安尼啦。看戏是上欢喜嘛，啊，真趣味，欢喜过程咧，接受迄个语言，安尼才是趣味啦。吼，啊，你若讲叫有人看者哦，无声无影，可能会较歹。啊，所以用个红仔册甲改做布袋嘛有好处。白山溪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伫乌西部的福地老爷，第二元宵节举办迎灯牌活动，伫庄内了境祈求地方平安，已经传承超过100年，嘛是中华关的无形文化资产。这边的布袋戏巡演，拄好伫文德宫附近的白沙国小演出，囡仔人看戏嘛特别感动。咱即届伫学校看到的布袋戏是咧讲迎灯牌，我感觉真亲切。啊，今日呢有机会，互1年到4年的囡仔吼来看布袋戏，那以这个方式呢来了解在地文化啊，甲传统的艺术，我感觉是一件足有意义啊，对囡仔来讲嘛足趣味的代志。学校表示，文德宫离学校仅600公尺，是同一个生活区啊。学校嘛甲迎灯牌列做重要的文化课程，即摆透过传统布袋戏演出，毋但互囡仔人学着台语，也当用多元趣味的方式了解迎灯牌的由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平干乡青柏溪茶米的产量是全国冠军，观光署就伫咧青柏溪打造全国唯一以茶做主题游客中心，有茶厝提供茶食茶料理，宣传茶米的文化。大的茶球，它目前有280台斤，是台湾第1大茶球。导览员甲游客介绍南投做茶过程咧暖的茶球，嘛提供满茶时爱穿的衫，甲过礼啊，互游客体验。那详细说明做茶过程，嘛互游客亲身插茶。这是交通部观光署33国家风管处伫青柏溪游客中心的茶文化主题馆。有新开幕茶厝，游客来遮，毋但会当熟悉世界茶和台湾茶知识。会使穿黑板茶衫，阁会使插茶，真正真趣味。尤其是会使敷面膜，进前袂想到讲茶米会使做面膜。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是我们松柏里特有的松柏长青茶。茶厝有专业的师傅用泡茶来招待游客。青柏溪游客中心除了茶文化馆，也增加一间茶厝，游客通啉到中式和西式的茶，另外阁通食到民间的茶、姜黄和红芪，才会农特产料理。现场也有规划一个互青龙卖农特产的空间。较早咱讲第一泡茶爱倒掉，我就是咧洗茶米呢，结果唔是呢，结果原来是要互迄茶叶吼，它是球形的，然后要让它舒展。来咱青柏溪、南投青柏溪民间遮上好的茶米、上好的农产品、上好的特色，包括咱中部5县市的，拢会当伫遮买会到、看会到。是一个品茶跟一个展售的空间之外，那他们后续也会再推出茶文化的讲座、茶工艺的展示，那还有茶乡体验小旅行等等。
三山国家风管处表示，游客会当透过三山处的网站，线顶注文免费的导览、茶地体验等等，也指出未来地处嘛规划推出地文化讲座、地工艺展览这活动，互民众了解地美的文化。记者辛平基南投报道。奥地利的莫扎特巧克力都是真出名，不过新冠疫情以后经济歹，加上可可啊继续直起，成本增加较莫值，这厂商只好把生产线刷去东欧，减轻压力。奥地利维也纳一间高级糖仔店内底，师傅咧为讲是奥地利美食经典伴手礼莫扎特巧克力球做最后的设计。Die Mozartkugel ist für Österreich ein Aushängeschild, genauso wie es vielleicht die Sachertorte oder auch der Apfelstrudel oder der Mohnstrudel wichtig ist. 海因德是奥地利当地几啊间莫扎特巧克力球的公司之一，是一个家族企业。所谓巧克力依然坚持手工制作。不过，因是莫扎特巧克力的创始店，1890年萨尔斯堡的皇家点心师傅保罗·菲尔斯特研发出上原始的莫扎特巧克力，是用作曲家莫扎特当作是包装的方式，也是伊想出来。1905年世界博览会，伊阁摕金奖。莫扎特巧克力球受到大家瞩目了后，真侪品牌都开始模仿。不过，因为点心师傅菲尔斯特无较早申请专利，致使市面上出现各种的版本。除了奥地利本地厂商，连德国、瑞士甲美国的食品大厂拢咧做，甚至阁出现中国籍莫扎特巧克力。最后，几间公司为商标拍官司。法官裁定大家拢用做莫扎特巧克力球，不过爱用包装甲商品的名字各自表现。新冠疫情带来景气落差，加上国际可可豆价格一直欠悬，所有厂商拢面临利润减价制甚至营运危险的问题。法新社报道，有其中一个小名莫扎特巧克力球品牌美国食品大公司易兹。今个月已经将生产线为莫扎特出事的所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刷去东欧，而且营养成分巧克力球的当中也减轻。Ganz ehrlich, ich würde das nicht tun. Ja, das ist aber meine persönliche Meinung dazu, weil ich sage halt so, wenn einer nach Österreich kommt, dann möchte er auch österreichische Produkte mit nach Hause nehmen. Und speziell bei der Mozartkugel ist es so, dass da die Leute schon darauf schauen, dass das aus Österreich kommt. 虽然莫扎特巧克力球的介绍为一粒0.5美金到3.5美金农庄户，不过一分钱一分货。有人算盘跌价，做成实商业考虑，不过也是有人要挟品牌故事，坚持原汁原味在地生产。公司新闻红都梅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6度，东部地区28度到32度。华岛地区28度到3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